台南天高的疫情今年到达达到22000多例，地气象动员风地加气候影响，到11号统计一天只剩3例。不过北区原美里也被通知要喷药，造成民怨四起。议员陈丁伫议会临时会就替民众请命，质疑严重时无喷，现在喷是啥物意思？要求更较好的防疫作为。会中议员林美燕嘛要求市府伫疫情过一段落以后进行专案报告，检讨防疫措施。很多市民朋友其实现在就会觉得说，为什么现在还要到家里面来喷药？有没有调整防疫措施的这个？我跟议员报告，我们当然是有病例的时候就喷药，没有，我也没事跑到你家去喷药。当然，但是对民众来讲啦，目前病例整个台南1天3例，然后民众的家里好被喷药，他就觉得说，好不容易我可能已经躲过这一次热潮。就是有没有更好的防疫的措施跟作为啦？因为在这个时候，我想很多民众在这个阶段，他觉得登革热应该过了，而且每天病2、3例而已，结果他还要到家里来喷药，但民众很难接受。我分辨疫情起来，还是否被骂？防疫的措施要怎么做啦？既然我们秘书长他是带队在做统筹这个病例的话，我们希望他能够来议会做个专案报告。如果未来如期防化，然后在今年的就是病例的繁殖过程中，它是如期做。我跟议员报告一下，如果说这个我们的疫情正式结束，就是说连续几天都已经是0个案，我们会总结，然后跟议会做一个报告。面对天高热，尤其是喷药的标准等防疫作为造成民怨，市长嘛亲自回应，表示因为乱动，为了慎重惊疫情搁压起来，只要有病例也是会喷药啊。疫情下去了，现在大家都说不要喷药，但如果我们还是很担心疫情如果死灰复燃，那个时候可能就到时候又要被怪罪了。尤其今年是暖冬，到底这个病媒蚊会不会过冬，还是在冬天的时候都能够完全绝迹？这个部分还需要密切的观察。因此呢，我们会这个很审慎的在研议这个喷药还是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取代。如果有取代，因为我们每个礼拜还是会开1级指挥中心会议，指挥中心有决定的话，专家学者可以认可的话，我们就会决定说喷药有没有可以取代的方案。如果有取代的方案，会尽速公告。天高热台南疫情虽然渐渐进入尾声，不过卫生局长强调也是未当大意，因为咱隔壁高雄疫情也无完全控制。台南新闻，阮是林英光采访报道。